響 TVB 努力多年嘅龔嘉欣，響今年初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4入邊，終於都憑住劇集《企業強人》勇奪視后。接住佢嘅運勢亦都十分之暢旺，工作接踵而嚟，包括咗拍廣告同埋拍攝新綜藝節目。嘉欣表示十分之感恩，工作多咗唔少。佢亦都透露，好希望狀態可以更加好咁樣見人，所以佢而家都沿用翻佢拍攝殺手嘅時候佢自己嘅 keep fit 嘅方法，晚餐盡量都減少食澱粉質。另外亦都有拉筋同埋慢跑，亦都做少少健身，因為佢覺得女仔保持體態線條真係十分之重要。不過唔知係咪佢想分享努力成果呢？近日佢就響自己嘅社交平台 po 出咗佢着露背裝，晒出咗佢個靚背脊，展示出佢最佳狀態嘅靚相。佢仲留言話：一個簡單嘅微笑可以照亮一個人嘅一天，傳遞落去。世界需要更多嘅溫暖同埋幸福，由你開始，等我哋一齊分享更多嘅善意。哇，龔嘉欣真係人美心善啊！而網民亦都大讚佢，真係又索又有仙氣添啊！